叽里呱啦！你给做嘛给啊？你给做嘛给？我的意思就是你在做什么？客家话啦。叽里呱啦！今天第一次听到哎，在浩克森林里都没有人讲过哎。阿迪古，那我在这里看书也有客家话吗？当然有啊，就是矮迪亚看书，矮迪亚看书，没错。所以呢，如果之后我再问你，你给做嘛给，你就可以回我说矮迪亚看书，很强哦。对不起，你们两个赶快来帮我扫地啦！悠悠妹一定是忘记扫地，等一下她起床之后，她就完蛋了。哆瑞咪经理，你在做什么啊？为什么没有叫我起床啊？记得躺下收听奶啊？难道我还在梦境里吗？怎么有我听不懂的话？悠悠妹，你没在做梦。刚才阿迪古讲的是客家话，那一句的意思啊，就是叽里呱啦，我也不懂啦。我刚刚的意思是记得躺下收听奶，他在客厅扫地。原来是客家话呀，听起来好特别哦。悠悠妹，你赶快扫地了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那我们4个就一起来打扫吧。好哎。太好了，终于打扫完了。那呀哈爱做嘛嘅？到来看电视。呀哈爱做嘛嘅？丢来看电视。没错。阿迪古，这也是客语吗？当然是客语咯。我刚刚说呀哈爱做嘛嘅，就是现在要做什么。到来看电视就是我们来看电视。叽里呱啦，真的好厉害哦！阿迪古啊，你可以教我们浩克森林里其他的精灵们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我会把我会的客家话都分享给大家知道。太好了，开心！我又多学会一种语言了。各位，那我们呀哈爱做嘛嘅？到来看电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看卡通。嘿，你给做嘛嘅？意思就是你在做什么？矮迪亚看书就是我在这里看书。记得躺下收听奶，就是他在客厅扫地。呀哈爱做嘛嘅？就是现在要做什么？到来看电视，意思就是我们来看电视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太太嘅身邊，日頭個個掛，愛準備做乜嘅？愛去尋愛嘅朋友交，行過漫漫嘅路，要向咪傳過來。突然，唔知嘅做乜嘅，愛啲做下做飯啊，行過鹹鹹嘅河吧，要認啲嘅錯過。愛準備做乜嘅？愛去尋愛嘅朋
里，夜公哥哥呱，太家木沙沙，爱强下。